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大家有发现冇啊？你遇到当到嘅客家中头哦，度個客家中頭總係做啲發現個，有一群人哦，當認真就嚟經營幾條嘅社區，為有呢個發展協會，幾條推動嘅東西，無論係實嘅啦、高嘅啦、好山好水，很好從來叫佢帶動改變嘅社區嘅連結。今日當方言你做啲繞牆到類似苗栗上山社區發展協會嘅總幹事，攞大家嚟分享，大家嚟分享嘅係好回憶，分享。大家好，我係苗栗縣頭屋鄉向上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何慧英，當分享大家來今日來到一個節目，安子說。好，其實請分享何慧英、慧英姐吼，你講崇拜來到鴉片同大家來打嘴鼓已經係10年前，所以已經10年嘞。10年前10年過後再回到這邊，有覺得擁有一個感覺，會知道做某一個感覺嗎？對對對。個人的成果越來越多。耶！上次來的時候，也是燒給你條社區嘅東西。對。不過亞拜來行下冇用，因為清豐富嘅，嗬。嗰種你看節動澎湃係嘛？嗰種你看現場有青島你帶來嘅東西。對對。哦，有小朋友看到個佢青島去買東西結種哦，係冇咗辣椒醬哦、麵啊，還有做啲食嘅飯呢。對。你都會基本你帶來嘅。先講一下哦，呢條東西都會基本你做嘅。對不對？現場做嘅，早晨做嘅，含少少你就帶來。對，真勁嗬！咁哇，所以今日要當到嘅東西就呢度大家都來分享。先講一下，大家都要去過苗栗嗬，你喺度苗栗嘅頭屋鄉，嚇頭屋鄉。巴黎港。哦，有一個象山社區。對。所以簡單嚟講一下冇，有乜嘅特色冇？記住按到巴黎港，象山社區按到巴黎港。哦。個巴黎港到明德水庫，而且到巴黎港站會到明德水庫。嗰個巴黎港呢，佢有個孔子廟。哦。孔子廟同台北嘅台南嘅無共樣，做嘛叫大帽嘅？嗰個佢係民間經營咧，冇像台北、台南係政府嘅。是。嗰個民眾對呀嘅人吼，就點光明燈來維護也水天亞視也得。嗰個鄉下地方客家人真係當硬頸當善忙。唔講而談哦，談這個慧英姐啊用。講大家就知哦，其實對呢片嘅文化也清了解，還有我感覺係安容易。喺講你去到一個地方有水庫，有水庫啲嘅片嘅時候，風光就會冇共用。對，真的那個有山有水嘅風光就冇共用。唔過唔單止係安容易，其實同大家嘅分享係去到呢片就得看到好高嘅好山好水，就得看風景。下個重要嘅事情有一個。香山社區嘅發展協會，或者裏面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做啲暗講。我說你們還建立起家嘅品牌。對。哦。幸福嘅驛站，幸福驛站，喺講到建市場茶。喺講法語就是幸福驛站。對。對。所以簡單嚟分享一下冇，也係唔到嘅名，唔過有到新到嘅東西，錯冇？當初因為當流行建市場茶咩，各位你看，佢建市場茶吼，苗栗到頭屋唔是10分鐘就到嘅。各位你看，明德水庫上去民豐古道過去就石潭，佢連串起來建市場茶，就攀嚟幾下多。嗰時候後來將我起呀個名嘅，建市場茶漸漸咧，做得來到幸福嘅驛站來。種下片數，寫下書了，看人家用乜嘅客家人嘅點心好食也得，係人哋慢慢地建立起來嘅啦。嗰種幾種嘅感覺就有親像喺中途嘅休息站嘅感覺嘛。對。意思講所有嘅人啊來到鴉片行聊聊嘅時間，建市場茶，經過鴉片先停下。係啦。可能會寫書呀，還有片數做的，不過唔係咁簡單咯，它好像是一個中途休息站。唔會差。你去嘅感覺。客家人佢要知道親有客家嘅美食，如果係個係客家人會做，哎呦，入邊有一間安樣嘅幸福驛站嘅店。對。哦。入邊去全部有東西出來啦，唔會空數轉啦。真嘅。因為去到會播東西必生嘛，你看我促銷書也都乜嘅，會偏偏本佢無限暢飲啊，
叫做石头猪，阮问讲也黑嘛个，也黑嘛个，吼。所以呢，睇我讲啦，罗佩斯、罗佩切，哦，原来哦，他讲人咧菜安尼，人就这样的机会同客家文化、客家式咧，同家来讲，因为我打资料本去啊，当到我真的在请。你都会在现场，你第一天对，你就自己当导览啊，解说啊，我照顾嗰一下，老花挺严重嘛，老花挺严重，当到老人家我卡当到抢菜也得啊，我请老師嚟教啊，所以香港也叻做嘅，喲，叫我們7、8歲佢媽係唔和解，佢咁樣嚟做法，花錢請老師嚟教，促銷數嘛，強。剛才冇厲害，嗰種去到嗰邊嘅人很多元，對，有清細嘅，也有重比，對 ，OK， 每個人的喜求無求，用去到那邊都可以得到滿足，對，冇厲害，係咪有青島嘅客家人，也青島唔係客家人嘅人去，幾乎係客家人。99%客家人。啊，去到嗰邊客家人，佢對安嘅東西哦，唔講顧客，唔講顧客，哦冇，一般。對，因為我哋嗰邊服務嘅全部都係客家人。嗰個甘車前院長劉振鳳院長，因為九條頭做開會後，因為九條頭下來就到牙沙去，3分鐘。東方片，就到露水，迄個真正喺北部嘅人，喺中南部嘅人，視察去到嗰邊就到對，哦，嗰時候我哋特別去中正紀念堂擺攤賣東西，全部都來請上山沙去，係到中正紀念堂擺，對，全部來買辦咧。嗰日本人啦，態度冇嘅，嗱個我哋又唔會同佢講法，唔點樣比，個錢我哋又唔點樣還。都當到收花啦！哦，真嘅，當好收。哦，鄉親朋友，我看節目嘅時節有看到青島嘅相片吼，我相信青島嘅鄉親朋友會知道，哎呀，這客家嘅辦的啊，客家人就安樣式。不過青創嘅事情，大家會知道，好像生意不錯吼，生意挺好哈。不過你的所有賺嘅錢，我們說收益，其實都回饋到香山社區嘅老人家。因為我哋要做長照2.0。哦，我要做 ABC，嗰時候當到老人家當菜哥，7做8做菜山就本嚟當到人，當到後生嘅，2日當手轉。而且而家講按到嘅比咩咯？而家講係比咩咧？比咩咯？你要青島嘅老人家，因為比咩佢，因為呀，我哋嗬老人家徛完快樂，人哋參加發通以後，有一場比賽啦，實嚟其實講好似佢飯菜做得本來加甜一些，媽唔係講叫做嘛，按不聽我講要真係食啦。嗰時候也我哋咪做送片檔，嗰時候變咗當導演落去老人家老化以後，人都本錢用嘅咋，預防延緩，本錢要個食到清少，因為我本身衛生所退休嘅，嗰時候保健方面對，人就能夠一下沙期做到一下長途以後，人就到共餐，未來人就做到共勞，向下來落。我來老何姐做一個小結論好咧，吼，佢大家會知道講，哦，你讀改變開間店嘛，你個客家辦做你個農產品，其實唔係吼，其實對何姐來講，其實佢係一隻當，你講親緊密連接嘅一個連接網，佢意思係佢最重要嘅意思係講，我有一隻地方，我照顧現場嘅老人家、社區嘅老人家全部來，你做你來退休做當多嘅東西，其實老人家佢有生活嘅重新，佢唔會無聊，佢知道有地方做得去到改變佢做嘅係佢唔會嘅東西，因為遲到自家做得貢獻，唔會差，錯嘛，啲係提一點係乜嘅？其實傳到嘅錢，嘛係回饋到老人家，你做長照，對，老人家到老咧，你做得照顧佢哋，照顧嘅方式當多，比如更加講嘅，你做得送片檔，對啊，哦，這就是公餐，10點要提供點心必食。交朋友，都係當然要啊，遊覽茶。阿公阿婆竟然去那了，唔是用紙來寫，直接用水門，加咗當歡喜，講係就當到遊覽茶回來。個阿公，今日有馬菜冇？家拿出來喲，哦，遊覽茶來了，拿出來賣，對，賣，變賣。所以嗰種係喺老人家嘅種菜，我做啲拿出來，幾多幾片？對，人就本地地區嗰個當到就。之前人哋阿公都菜園，阿婆都做下，大家數起數來吼。種菜，對，阿公種菜，我聽到嘅感覺係共生啊，對，大家共下，共生共榮嗰種嘅感覺。而唔係嘛解，我們一起貢獻。對內是這樣，對外係嘛解要做啲發展客家文化，不限到年底，大家來。對，我做得去到而幾片做發言人啊。做得唔是我夠按專業嘅吼。去到我嘅當排勢，唔從也不會全部嘅就借呢。唔從特別是佢現在那個企業嘅當三萬我查下來，佢做嘅片動台嘅，
10年前我哋做介绍呢，对，古说呀吼，你看像个面线面条吼，你看买有鸡咯呢，自家烧鸡。哦，咁面线係二條做嘅，唔過雞啊也係，雞卵也係，雞卵所以你們就一條龍，一條龍係嘛？就像一家人用嘅，唔是嘛個三合宴啦，唔是。啊你規裝嘅全部做一家人用嘅。靈魂人物就錯嘅。冇啦，人就叫冇搭梯啦。你唔係講嘅84歲嘅阿婆未向你和解？對，也青島歲97歲，佢媽向我和解。哦，94歲嘅阿婆佢都幾片。當然行路來哦，當然行路來，也冇必做志工嘅。啊，心情也變到清好。對，因為佢有地方做得去嘛。對呀。可能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唔講係第二邊大家做得始終強下，大家用大家共生共榮啊，用嘅感覺。好，其實思想和解到大家來分享嘅，嗬，按樣嘅社區嘅發展協會，其實最重要嘅係建立一棟。你講當從來嘅苗落，把大家結合起來，還有嘛個精彩嘅故事哈，大家先聊下，你馬叉，你等下好好嚟講故事哦。到反而就咧繞牆度係類似苗栗嘅上山社區發展協會嘅總幹事何惠英哦，其實真嘅其實總幹事按用嘅堅持，再有經驗按用嘅發展協會發展到感覺上已經很完整又很周延，不過還有青島嘅事情，大家還有盡量來做，就是一直往前走。不過也還有講嘅較神奇嘅東西，就會現場有青島嘅東西，我一看到一樣，就知道青鐵片。為什麼青鐵片？因為我親手看到客家莊有發展六神法。唔過帶辦呢，有冇大家就會啲，哎呀，客家人就會是辦呢。不過這也算是你們的特產，對不對？對，因為佢一年一季，一年一季哈，差唔多當年的6、7月的7月、8月哈，一天嘅時間，哦，中嘅11月一天都採收下來。上禮拜6，我哋也開始做去辦志工小旅行，志工小旅行做去科技新貴當到我落報名秒殺，吼，像今年因為疫情，名額幾多？像去年做嚟83，今年嚟53，還可以青島，因為疫情，故所我哋種較少。哦，佢哋來到呢，人做工具全部本佢哋，佢哋吼，我帶小朋友，哦，帶老人家來吼，一隻同佢哋剪下來吼，同佢哋標定以後，我同佢哋整體來，哦，整體來，整體以後，我哋做長期式人哋客家菜。哦，我講一下唔蝕錢呢？唔蝕錢，連報名一錢嘛？報名嘛唔蝕錢，加嘅變到講會肥虧。OK，我哋肥虧佢做也講六神法酵素，就算佢同我哋天嚟整好以後，因為客家人嘅老婆時間亂啦、抗藥啦，哦，六神法延長醫術。等下，你嘅意思講佢就來到鴉片同台，他幫你。做志工啊，做志工，係啊，做農社，對，教翻嗰啲概念，啊，而係真正本地就識，對，即像頭擺老人家，一天都講，我來同講嘅，我食點心啦，我食飯啦，講我同廚神啦，同樣嘅道理。知道按用嘅 idea，按用嘅點子，真正清紅。有講，因為青島嘅科技行為，青島嘅生意記得，沒有做過農事，冇做過農社，當好，對記得，對，唔蝕錢嘅，要做得天樣。因為佢嘅公司地位，甲公司會付一個費用本佢，故所佢來到誒吼，啲菜全部脫下來，佢就買會買，係，就看到買佢所以出嚟一紮，一紮嚟講，叫買半件買1件。對我哋買要屬神，因為記得來天陽，記得要買要屬神。唔講我講以後，大家有發現冇嘅，佢就係佢按樣講嘅哦。佢講其實大家去到幾片嘅農社高，去做嚟食飯咯，有空藥係冇？對啊，嚇有酸度，客家用嘅東西。係啊，按叫蘿蔔咧當道，嚇，人都煮蘿蔔湯。蘿蔔時間亂，蘿蔔時間亂，食槍槍。大家就問啊，大家就要問啊，係咪有廚師？唔係哦，沒有，其實係阿婆嚟煮嘅哦，沒有劇國餐咯，哦，阿婆煮出幾多歲？按叫當到順幹咩？要70歲、80歲。啊，記得煮到歡喜冇？當然歡喜啦。因為佢80歲，你係佢煮菜，佢自家講愛煮啊你啊，係嘛？徛數愛煮嘅嘛。我以前啊看到當到80、90歲老人家，腳頭還當我徛，當神氣啊，咁樣佢講唔好人嚟做，佢講關你。
给某周生唔记得做嘛对吼，做生一个重心一。神七，你像爷记得我做嘛，记得讲哦，现在冇必生癌了，洗菜癌了，切菜癌了，记得做我分工啦。像我哋当日按到老人家食饭咩，记得做我排班，有人做班长，因为万人，强我万人安尼，嗰时候当然我哋会飞回去吹了。记得煮出来嘅东西，看到大家来要吃枪，记得要请关枪跟人嘛嘿。哎呦，用盘空咯，真嘅啦，全都嘅老皮糖，我都带嘅啊，全部都讲。迄面你都做铁烧嘅啊？唔好，我哋做出70分，虽然讲佢了53年，但係講唔怕，做較獨地位。嗰個下豬頭，人做搞健養嘅做六神法嘅酵素，嗰家人嘅基推廣六神法對人身體嘅好處，對人嘅心臟，顧心臟，做親人嘅油，一個當好嘅東西。記得裝有嘅酵素，當天就可以帶走。對，當日我哋下豬頭做枸杞，用嚟做，全部用蜂蜜，用嚟做。1比1做好以後，壓乾就本帶進去，清蒸。因為好酵素西藏葉，買西藏葉就做的是，1比5的稀釋，就做的是這樣的番茄色。會清酸嘛？幾係甜嘅。OK。嗰時候做酵素做醋，你看像檸檬一定做醋，因為佢酸呢。各位全部要米酒水果，結果有一隻姐姐卡數，何姐，你怎麼知道我叫何姐？我去年有來，那幹嘛今年來？結果佢做到發霉啊！我講那一天那個水流咩？對，人家流長唔錯。因為也全部米酒啊色素，全部用米酒乾的，全部要清，做唔得倒到水。我講嗰個佢經驗秒殺佢嘛，當做注意保命講啊！經驗也做成功。佢帶生嘢來冇？有帶生嘢來教佢我做。因為我嘅農場前有溪後有山，對，就有河壩好高水。我講他咁冇下雨高水，當得應該。有河壩好高水，我種唔得下雨哦。種唔得下雨。看到阿姨，很多下很多雨，然後下一次再來。因為人太多誒，管理不到安全的問題。對。嗰時當然嘅新黨愛得有機咩？佢當然係做一個太門好，你做嘛按好種也要公當呢？我講先生。如果我喺無攀志工小旅行阿公阿婆叫得我排班，我就轉一批火柴轉一批，叫得我聽剪。阿婆也剪哦，叫得我去聽剪的像當日來，還有那套盲洞嘅，係叫得去甲做洞嘅，因為個地方全部有字咩？我啲就是要一點對，要動態穿進去，把它弄清槍利用出來。難怪哦，香港一公安黨做嘛做唔咩安尼，我講一對老人家當好啊。真嘅，係啊，你想看啊，迄個外地退休啊冇事情，唔講係迄個嘢，大家做啲操控下，做啲大嘴鼓，做啲做六神法，樹天通，樹天通，有冇老人家樹必天通，有冇嘅以後嘅嘛做啲事較少。更加重要嘅係交朋友啦，我覺得交朋友挺重要。嗰時候記得當樂在其中啦，真的，真嘅。係你看啲收一團嘅節目都讓大家就整個網絡就支起來，其實這就是一個人在一起的地方。佢說每個有乜嘅專長，有乜嘅能力，唔就來做，唔就來貢獻。啊，原來有地方去，我做啲交朋友，講嚟做嘅東西，它好像是一個，你知道一個圓圈。對。可是你按用轉來轉去，大家是互相的，按用嘅網絡。啊，你看有青島嘅科技新貴來都鴉片，佢做啲體驗，啊體驗又做啲東西做啲難，唔講係同一種東西，我幫你，對不對？啊，我又學習青島，唔講我家下又聽到一隻充電呢。哎，糖豆都妒忌耶，因為大家有糖豆嘛，洛神花香腸、洛神花煙草，對，好特別哦。嗰時候佢哋有2年來參加過嘅公演前，佢哋做嚟栽培。哦，真的？做嚟栽培。你嗌到當天嘅魚豬肉，嗰時候也就會問你嗌錯菜，因為嘅豬肉係咪正經當天嘅魚豬肉？嗌嘅豬肉全部嗌到栽體嘅，就像入麵線，他講：哎呀，做乜會做麵線？我講嗌到菜體有字面呢。專門做麵線呢？等一下，其實真嘅以前就會做麵嘅麵，唔係也幾碼頭做，也幾碼頭做，學習嘅，唔係學習嘅，其實一次都囤冇好去做嗰度麵線麵條。嗰時候他家就老人家就講：好姐，你做嘛按我像個洛神，喺講經驗熟神吼，甜菜根熟神吼，你就做得嚟做麵線麵條啊，像按叫
甜菜根磨落成花椒油吼，然后用鸡肉啊，吼，鸡有血鸡咩，宠物治疗啊。阿公阿婆看鸡的啊，加落喷 BB 的啊，吼，人家个鸡哦。等下喷 BB 的，阿婆喷 BB 的。对对，那个你来冲上抽的喷 BB 的之后，就会讲发之后树木同来。等下，你喷 BB 的真嘅喷 BB 的讲。没啦，你形容词就讲，人家用靠豆呢，用讲。我頭擺了豆腐家，馬個人都倒去切菜，我怕湯唔食啦。然後要買切啊，都講翻當家做人都倒去切菜啊。老古年兒，一係就係真正嘅客家人講嘅客家話，清無地道嘅。哎，你真嘅你用倒去切菜係嘛？其實是就是你講法講到按家。對，嗌咗盲糖都人都講睇咧。你跟嗌真嘅咩去倒去切菜？因為講法清嘅。你唔美你。唔可以倒去切菜，梗係唔該切菜，唔忙得事。嗌用菜刀嘅好冇？嗌忙得事係冇？係忙得事。嗰個其實糖衣就係用按用嘅洛神巴嘅鹽蟲係無豬肉個在地嘅豬肉。在地嘅，哦，因為佢嗌多頭喎，我71年就做頭喎，到日下我冇走，不離不棄。71年，係，我民國71年就到我喺都要70年嘅呢。對，我到衛生所退休嘅，我一出就做頭喎，因為呀，打你講係我媽媽冇嫁，我一出不離不棄。有機會上映阿媽買，還是當好屯老人家鄉下，吼，屯做第一線。我同你掌聲鼓勵哈，謝謝。有冇5顆星？因為人生啊，吼，那現在對公共衛生啊，較有興趣。真嘅。對。像台灣來講，吼，我萬人公生也唔係啲使用啊，就是當樂事去做一條事情，是得當快樂啦。哇，還是當有意義啦。哦。誒，佢說，其實主誒，像台灣人講嘅喲。人家孩子恰恰好，佢做家人我係唔興趣，講香門仔，因為佢希望嘅興趣講家己責啊，對嘛？哦，真健康，同和解大嘴鼓真正做嘅學習深度嘅東西，人家係按用嘅文化有深度嘅客家話。佢按到新年咧，嗬，頭屋鄉嘅鄉民，那家人一到年家公萬人家婆萬人，誒一講名，你都第。人就啲，佢說東西，你就鄉公所嘅人就太感動應神，係啊，所以佢係就啲。真勁，還有聽到嘅故事就你講，你聊下，等下就同你講。今日繞牆頭好回應台這裡度兩邊吼，鐵道故事都在講的啊。你想看你做按當年超過10年的，啲故事因為一時都在講的聽咯。不過一開始也係同大家來分享係你嘅老古年語，講一下哈。我用去咗強講一遍，啊你聽看啊哈。今屆老古年語係乜嘅咧？4愛人道無殺半個好，啊你要用4愛強講一遍嘛？愛人道是無殺。半個好，意思就係講吼，其實就係從而嘅發展協會強用嘅，其實人多團結力量大，對，所以人來，大家強下來做磨砂，就做得半個好，因為啲青蟲嘛，同冇？唔講你想看，係講大家強下做人數，係講青拉，對，吼磨砂都做得半個好。其實我吃到老古人以後，就會以前人留下來嘅智慧啦。對，雖然談起來就會知道講，哎呀，好像大家都啲嘅道理呀、老調呀，不過就會同大家來複習一下，而且啲哦，你客家話有按用嘅老古人語，4愛人道磨砂半個好，就像基本上同和解大嘴鼓嘅講過按用語，其實大嘴鼓做得講得很生活化，不過你都要做得加入青島嘅師傅化啦，就咩啊，都會切菜，都會切菜，誒啲雞片噴 BB 嘅，係咪？對，炒啲雞片噴 BB 嘅之後咧，冇同埋甜湯，我驚人跌倒。哦，冇甜湯，炒啲噴 BB 嘅，我意思係講，像按用嘅客家話就係。它是很趣味，按用嘅老古人語也係按用嘅意思。其實係講你會講，大家係團結啦，你唔使按用講，就4愛人道啊，磨砂半個好，有聽過嗎？就係團結嘅意思。有，見聽到咧，見聽到嚇。好，老鄉親朋友嚟講，第一時你見唔見嘅老古人語嚇？不過講到另一片，你現場有當到嘅東西嚇，講一下嚇，我們有青島嘅故事嚟講，唔講係有一件事情嚟講一下，就係個水板，
有嘅常常嘅韭菜係嘛？係啊，公司採訪哦，無迄個苗栗嘅人唔知要種韭菜呢。失去了冇營養啊，失去了冇營養哦，有較有層次嘅米線。對，我說等一下留言聊天嘅時間，我還是看下有韭菜嘅水擺。亦同大家朋友，有前度嘅看電視嘅鄉親們講，其實我喺啲南部也好，像我喺新埔嘅客家人講開了，幾片我哋睇下食嘅水擺就冇韭菜。我說基本我沒聽覺得哇，這個是一個那鄉鄉客家人、鄉鄉客家中還有一些冇鄉鄉，好，挺有意思。不過個鴉片哈有一個活動。TPA 同大家分享，是不是叫做博功夫？八功夫，八功夫。半年前吼，因為我個協會裡邊的理事就講，好姐，我當想我攀八功夫，但是我又冇辦法，按啥去做得來攀冇？拍狀又攀了，按樣冇攀。我做乜嘢講八功夫按哪叫攀？佢講啊，當年咧Q六2月2喺八公開門，吼，當年咧10月初1Q6喺八公關門，10月初1。八公關門來攀，佢說當年的Q6嘅10月以後係八功夫，係咪個法通冇？可能青島嘅客家人啲，初一十五係咪做成年人可以拜八公？係，啊老人家特別下拜看到人要拜八公，其實要拜八公。係，苗栗講全台灣係咪八公千多？錯，他家做好拜拜咩？係啊，係唔係哈利路亞、阿彌陀佛全部都會拜拜咩？對，佢說他家做上到講。安尼老人家躺到當天，就吃飯的人就一下出300。哦，10月初1八公關門嘅人，嘅下晝他家就來。哦，人家呢機會，人做得來比價，看咩呢價較太雜，有冇？我做多幾盤比賽，做客家人的發通啦。人做人弄嘢個出把戲，哦，弄嘅以後，老人家就鄉下，結果去年有疫情咩？今年有疫情。吼，老人家就來罵人講，做乜冇攀八功夫啊？哎呦，阿哥，你可以帶罪人疫情。哎呀，因為我攀咯，做唔得群聚咩？吼，結果佢講一句話，我知道，唐豆真的很感動啊。佢講啊，哎呦，唔掂啦，有啥個？雖然講60歲，但是我都80、90歲啊，吼，大幫我當年咯，吼。唐到八功夫，叫呀300個人看愛拿出來吼，看一下竟然看到還有一道閘，同我差唔多年齡的呀，聽到心裡當艱苦啦，意思係安尼啦，吼，當然看到的人，竟然出現高體年一年的，我一路看我做得看到萬人，冇看到萬人，那人從人的學生嘅讀書啊，點名嘅響樣，我講好啦，阿爸，今日見講我當日咯，我做拜呀，唔做乜當日拜呀？嗰天嘅疫情冇人出來攀就好咩？哦，安尼先好，安尼先好。嗰天嘅當當然就希望講，好似攀很多年，做埋很多300，睇下便宜。我講唔怕做安尼，因為樣有啲老人家經濟唔係好，千種唔好裝，吼。當當然就講按多年下來啊，裝唔棒啦，吼，冇樣會啦。我講佢唔怕，人3萬嘅肥虧。3萬有東西吼，那不菜地老人家吼，一路做得行出來，當到客家人睇路當保守睇傳統行唔出來。對，嗰種話所以2點是都當感通啦。嗰種你看哦，亞島和解講嘅核心精神是一致的。係強用嘅，就是沒有改變。咪目的係嘛，佢就會老人家大家起作用，去做嘅長照，去照顧老人家。佢一八功夫就會一直輕重要嘅照顧，因為照顧唔係實聽聽，係精神，係娛樂，係大家嘅心情，心情好，身體也會好。好啊，唔但係用八功夫，其實我愛用談起來，我知道真有意思，也係呢客家文化流傳下來呢種。農業沙比啊，因為嗰年時喺農業沙比，農業沙比就會擺八個就拜完過後，擺廿個去睇下，強下實，而家改按係真嘅，佢多拍架死。那睇下要做啲按樣聚在一起，對唔對？對，我攀嗰個經驗要攀冇經驗，經驗唔敢攀，盲年去攀。係我個阿公盲年我當年來拜呀，我係一天去攀，冇講幾都冇去借，做1萬啊，弄啊，阿公嗰啲人係一天去攀，嗬，阿公。嗰天嘢我揾埋嘅，揾大詞吧。我講好，我記起來咧，就透過按你方式嗬，就像人一下拍埋個發通問卷一樣啦。
只用再买一点料来讲啊嘞。其实我讲哦，我娘家是当欢喜。我爱会附和一点，就会讲，其实吼，因为爱细细个时节，迄讲听爸爸妈妈去参加嘛，该亲有意思嘅庙会嘅发通呀，还有什么婚礼什么，你说泰卡真的因为大起拔呢，大起拔一个好有意思的事情，你去到改片你就免50钱，对，快开了，对对对，泰卡有弄一家碟建起拔一团一团，今日我主动做了天数，我哎呀三期有买一只，都3年买一只，3-4万元呢种球，哦，还有3个做来种。哦，要永远负责了变班。真个爱苦力强嘅，睇下你做要去，因为青虫，同日本咧冇同样。嘿，唔讲你想看呐，迄个按用嘅东西不维持，你以后你就去到那片去吃到按用嘅，睇下讲大旗帮你按用就做得生，你就知道，你就可以你就只能在市区看有没有小摊子买个1小盒。对，不过睇下唔睇试听听，我也係幾種嘅氣氛，對，跟就種8公服對對對。唔講就種何姐講嘅，因為疫情給演員冇辦法，不過其實疫情就會壓1年嘅事情。對，這些工廠企業你們還是需要供餐啊。對，有你個行業是班，工作還有持續。嗰個日頭做一下媽做唔得多嘅食。全部我帶來，變動帶來，種嘅，當初嘅就出咗呢。食飽所以下幕下組頭要爭來3期，就用咁嘅方式啦。唔講係同大家分享啊，其實何姐有青島嘅故事吼，大家會想，做埋何姐按熱情愛啲廿3期做按到嘅事情，其實因為佢家下有講哦，佢沒有離開過，唔是離開過頭部，因為其實要受到阿妹嘅影響。對對。對，阿妹嘅影響心態。對，因為我媽媽係山婆，嗰時候我學護理，我學護理，嗰個頭擺細細，其實講冇人學起來要要強了，然之後停佢去。嗰時候從細安尼教育，頭擺我哋4年生咧講老師話，做係嗰種傳承啦。你真經聽過阿妹去接成青島嘅鵝牙誒？對對對。哇！嗰時候我媽媽90上高神，係嗰時候。其實講啊，佢媽媽有青島20萬，不過佢當時有青島人去訪問媽媽冇？有啊，有啊，因為我媽嗰陣時當啊個日照中心地位，青島市，佢107年上過世。跟你107年同大家安樣，佢做山坡接生到幾多歲冇？有印象冇？冇印象咧，因為嗰陣時國小當細。懂些，因為佢哋有時嘅交通啊，卡冇便利。不過你真正係，大家一有需求，他就是包款就會去到人落下去接生咧。因為頭擺時代唔是考試嘛，你通過你學校，你就有學徒啦，還是要經過學校拿證照。學校讀書，但是呀，他講要考執照，頭擺唔是，你通過你學校，你就做得一做一件事。對 ，OK，故說媽媽嘅精神呀，傳到你。傳承到你，嗰時候也下我偏檔做都差唔多嘅嗬，也下做邊咧，我知道老人家嗬，做2個需求，一個食飯，嗰一個交通。交通，嗰時候也我做交通方面，我就也做出來，再去規劃，對，去規劃，對，嚟希望客家人睇老實、睇保守、睇傳統，能夠行出來。因為客家人講實在吧，以前嘅客家人農業社會行過鴉片，其實較內斂啊，較內向啊，做啲硬講嗬。咁我講到鴉片，讓你家鄉這邊都分享，佢節目嘅時間嗰啲當家嗬。你講回應這個故事，當到就啲分享，講佢談起來，哇，想談講古用咯，當到都是好談。咁講，那大家來講吼，現場你看到所有嘅東西，然後記得所有嘅法堂，其實你掃描就做得看到咧，所以當到嘅自信，吼，請大家多多支持，今都感謝回應這裏度兩片，有機會再過來打嘴炮，安知識，好，所以嘅鄉親們吼，上嚟下來你來做認同了，安知識。仲係福喜來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界面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